大家暗暝，大家好，我米芳华啦，咱食饱未？顶摆我去静宜大学演讲，有 Q&A 的时间，就有学生问即题：到底台语是毋是闽南语？我常常互因问一个煞讲袂清楚，一直到我顶礼拜洗身躯的时阵，总算是想到的。有人讲洗身躯的时阵头壳特别清楚，我看真实有影。原来问题的核心是咱对即个问题期待根本就错误，根本就毋对。咱较早拢期待讲台语是毋是闽南语即题是有科学数据通好算出来，有一个标准通好判断安尼一个科学问题。毋过事实敢是安尼？有一款问题叫做科学问题，科学问题的答案是实验数据来决定的。譬如讲，石虎是毋是鸟科动物？这是石虎的基因甲其他鸟科动物有几趴相共，直接就通决定一个正确的答案出来。所以伊是科学问题。另外一款问题叫做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答案毋是实验数据来决定的。譬如讲，台湾人是毋是中国人？就准讲今仔就有科学研究来证明讲台湾人甲中国人的基因拢共款。你摕即个研究报告去互陈水扁看，伊看就敢就会同意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佮颠倒头讲，若有研究证明讲台湾人甲中国人的基因完全无共，敢讲马英九伊就100%来接受台湾人毋是中国人，这拢嘛无可能。所以咱即题毋是科学问题，是政治问题。咱各位观众朋友拢翘翘的人，到这请大家想看卖，猫咪话甲猫咪话是毋是同一个语言？即款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譬如讲，伫欧洲的北边，北欧遐有安尼两种话，强要一模一样。哪位话 Norwegian 甲丹麦话 Danish。咱来听看卖咧哦。我请 Google 小姐替我甲共一句话译做两种。哪位话听起来是 Spise kalkunris med gåsegg. 过来听丹麦话， Spise kalkunris med gåsegg. 是毋是听起来拢共款啊共款，连因字写出来嘛，敢若差一个字母尔。你讲阿华迄个讲啥，我听拢无啦。好，即咱用台语来讲共迄句的意思。那宜兰人伊会讲食火鸡肉饭配鹅卵，毋过鹿港人讲出来煞变做食火鸡肉饭泡野卵，是毋是听起来完全无共？比拄则哪位话、丹麦话加差足济的对无？毋过宜兰话甲鹿港话差遐尔济，算是共一个语言呢，拢台语嘛。哪位话甲丹麦话两个听起来差毋正咪，竟然算是两个语言。应用的 Siri 啦、Wikipedia、维基百科啦，拢嘛一边一套分甲明，无咧相纳呢。安尼咱观众朋友就拢了解啊，对无？语言 A 甲语言 B 是毋是同一个语言？这是政治问题。你用你做科学统计来证明哪位话甲丹麦话95%拢嘛相共，毋过因嘛袂因为即寡数据就变做共一个语言。你嘛会用你做科学实验来证明老鹿港人甲老宜兰人讲话互相听有的程度嘛才2-3成尔。毋过因嘛袂因为即款数据就变做一个是台语，一个煞毋是。因为语言的分类毋是科学问题，毋是实验数据来决定的。所以咱进转来看台语是毋是闽南语即题，是安怎我讲我较早回答的方式拢毋对，是安怎我讲我学生咧问即题期待拢毋对，因为咱较早拢想无真，因为即题根本就毋是科学问题。台语是毋是闽南语？甲台湾人是毋是中国人？即两题也阁有几落位拢相像。一只中国人闽南语拢是最近100冬才发明的新物仔，比台湾人台语有较少年。闽南语即个词是1930年左右发明的，比台语较少年，这无问题。中国人这3字上早伫司马迁的《史记》就有写着啊，
毋过甲你今仔日所知影的意思完全无共。今仔日你所知影的即个甲台湾人、蒙古人、西藏人、东突厥人拢总包入去，即个现代意义的中国人，是梁启超发明的，比台湾人即个概念还佫加诚少年，无毋对。二者，中国人闽南语共款拢甲一寡其实互相差真侪物件包做伙，譬如讲东突厥的人甲北京人。差遐济，竟然拢算是中国人。台湾人完全听话会问话，伊是90后的大学生，老枪破下。甲台湾人完全听无的两岸话。大家好，欢迎你到我是龙南人某，我是吉祥等你。第总一期的节目了，竟然拢算是闽南语。三者，中国人闽南语包括的范围、边界线到倒位？拢是台湾人无法度去影响的一个政治势力来决定的。是安怎南蒙古是中国人，北蒙古就毋是？台语甲两岸话包做一包，算是闽南语，因嘛无先问过两岸人甲台湾人的意见。四者，台湾人有一寡部分中国人无，譬如讲原住民甲总统大选。毋过大部分台湾人的基因甲文化，你伫下门拢找得到。譬如讲妈祖婆甲鼎边扫，台语有一寡部分闽南语无，譬如讲拍带甲阿淡仔控骨哩。毋过大部分台语的字词甲文法，伫下门话、漳州话、泉州话，你嘛拢找得到。既然台湾人是毋是中国人，甲台语是毋是闽南语，即两题有遐济共通点，拢是政治问题，拢毋是科学问题。说落来就是我个人的建议。我建议咱甲咱安怎处理台湾人是毋是中国人即题的经验，共款摕来处理台语是毋是闽南语即题。你若想要支持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毋免伫遐花啥物同文同种，干那讲一句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颠倒是上有力的。你若认为台湾人毋是中国人的，嘛毋免无采工去强调啥物原住民的血统啦、日本人的喙烂啦，拢毋免。只要你讲一句讲我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安尼就有够啊。上重要的重点是，即个问题干那台湾人才会用咧讨论。讲啥物台湾人是毋是中国人，爱互13亿中国人同齐来决定，即款的咱一概无要接受。这就是咱上宝贵的经验。咱知影台语是毋是闽南语即题，就是爱互所有讲台语的人同齐来决定。若毋是讲台语的人，袂用咧参加即题的讨论。你有对客家乡亲哦，谈到台语台湾话暗用的词，心肝都会感觉含无欢喜。故所以你客家人做对来注重台语台湾话暗用的名合作毋得。会改名，换到乜解？换到风怒发。按用嘅注重完全冇问题哦，因为风怒发呢三只字係你客家文化嘅一部分。當久以前，你客家人就有講嘅種法就係風怒發。唔過閩南語唔係按用哦，閩南語係一隻新嘅東西。按用一隻新嘅名，愛接書無愛接書，係夾條好多人之間嘅事情，唔是你客家人來講法。就像是你台灣人係中國人，係你唔係，係愛本你台灣人之間來講嘅事情，唔是香港人來出意見。故所呢，同樣嘅道理，風怒發係唔係閩南語，係夾條好多人之間嘅事情。唔是，咩無應該本你客家人來講法。各位客家鄉親講一下看呢，按用錯啊唔錯，承蒙大家按知識。上尾還佫甲大家整理一下咱今仔日嘅結論。後回咱若佇網絡又佫看到有人咧討論台語是也毋是閩南語即題，而且你無同意對方嘅意見，咱無需要佫無采迄個喙爛，也是拍字嘅氣力，想要證明台語甲閩南語足相共，也是足無相共，攏毋免。咱頭起先就愛佇下骹甲因講一句講，台語是毋是閩南語，愛互所有講台語的人同齊來決定，無需要恁即寡講華語寫華文的人佇遮咧嘰嘰嘟嘟，着親像台灣人是毋是中國人，干那台灣人會用你出意見。你若想要討論即題，請你先去學講台語，學寫台文，若無你講的攏無準算。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影片，感謝大家的收看。